我的治疗方案分为。No， 没关系，我还有第3种方法。每到正午时分，太阳最毒最猛烈的时候，赤身裸体的在太阳底下暴晒，让身体吸收至正至阳之气，将身体的毒气全盘逼出。这个倒可以尝试。不过，你是在哪里得到的秘方呢？网上哦，这饭有点犯甜啊。您好，您的菜我来喽，谢谢。请慢用。下课啦。托你的福，现在店里生意都变好了，一到饭点就有客人。